新北市新店有一台车驶着真无正常，警察叫停车要检查，但是驾驶是加速度逃走，一路弄红灯逆向驶，互警察捉，上尾也冲入去无尾巷，进退无路。警察伫车顶抄着毒品，也毋过坐伫车顶的乘客趁混乱走去了。 黑色的轿车沿路走，互警察入，警察伫咧后壁底调调，看到对方驶入4项进退两难，抓准时机落车抓人。不过，坐头前的乘客向开门走去，佫弄到路边的机车趁乱逃走。要罚驾驶者，要罚驾者，还有他人吗？没有，把他冲向另外一边。 嫌犯赛车乘风压制，都伫咧涂骹乖乖配合，警方佫为巷仔内底入，无奈也是互乘客走去。后面4台。 刚好几个人被抓。从窗户这样看，3、4个警察就往前跑，这个坏人应该是不熟这里的方向感或是怎么样，因为他从旁边那个真的很小，而且后面很暗。狗叫突然被吵醒，知道有人在讲话，好像在往街调很大声吵了1、2句这样。伫新北新店碧潭大桥附近，昨暝1点外发生警匪对立，这大部分是主题区，民众半暝听到冤家的声，拢惊一条。原来担心嫌犯赛车无稳是真可疑，顺路的警方就缀去盘查，不过伊煞沿路冲红灯正向为宽河路碧潭大桥口，一直走到福恒街，沿路走1.9公里，伊煞讲是驶唔到路，朋友叫伊走，远警煞伫咧车顶找到安徽他边，怀疑是食毒赛车，照公用危险毒品罪上班。遇上前盘查时，该车拒绝停车受检，并加速逃逸，沿途并有闯红灯、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，罔顾其他用路人安全。嫌犯敢若是哪只毒哪赛车，故作盘查佮违规驶 S 型，警方嘛对伊开9张罚单，上悬是罚4万1千块。目前佫伫咧追查乘客下落，即个嫌犯黑白赛车，加载拢无弄着人，最后驶入4项，夜间锁入高下收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